再来镜头来中东，穆斯林呢在该月3月7日开始，也毋过以下有关也无停火。以色列的控制风声讲有崩死哈马斯分部的头人。另外，即马美国的情报部门嘛有警告讲，加沙的人道危机恐将会刺激恐怖主义的发展。 以色列伫7日在该会开始迄天，空袭加沙中部纽斯拉特兰尼亚的一座地下设施，至少5人炸死。死者中，疑似包括哈马斯武装分支卡萨姆旅的第2领导，也是哈马斯组织的第3领导马万伊萨。59岁马万伊萨是7月旧年10月7日，就是以色列的核心人物，因为真高比互外界叫做野人。以军2日积极确认马万伊萨今次已经死亡。 התקיפה וטרם התקבל עימות סופי לגביהן. 以下冲突超过5个月，加沙地区已经严重的人道危机，也造成美国甲以色列之间的矛盾升悬。拜登顶日伫国情咨文了后，不管外府、私底下甲参议员公告准备要甲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最后谈判对话。议员院长11拜登访问到相关会地好人无情，无甲纳坦雅胡最后谈判拍算。Have you scheduled the come to Jesus meeting with Bibi Netanyahu? No. 另外一方面，美国各政治部门首长在伫参议院情报委员会针对年度国家安全威胁评估报告进行听证。即阵纳坦雅胡的领导地位面临严重危机，以色列民众对纳坦雅胡统治能力的无信任程度比冲突进程更加强烈。美国预料以色列会出现大规模抗议活动，要求纳坦雅胡落台，佮举行新选举。以下冲突也刺激这个地区阿拉伯国家反美、加快以色列的情绪，更加可能刺激全球。 While it is too early to tell, it is likely that the Gaza conflict will have a generational impact on terrorism. Both Al-Qaeda and ISIS, inspired by Hamas, have directed supporters to conduct attacks against Israeli and U.S. interests. 中情局局长伯恩斯表示，若乌克兰得不到美国的援助，将来可能有更较侪阵地落伫俄国的手中，处伫不利的位置。公司新闻记者陈明玉。